聽到係7號廠，咁你可想而知，我喺嗰邊努力過幾多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我碰過釘，申請牌照好多嘢要摸翻嚟噶嘛，要經過啲地頭蟲啊，各方面咁樣啦。咁我經歷晒呢啲，亦都交過學費，去到今日，終於可以大展旗鼓，咁啊，可以真係用真力去做呢件事。所以我好期望我喺泰國嘅公司出年成個業務嘅發展。咁我亦都會喺今年至到出年嘅呢段時間咧，我亦都會喺 Bangkok 嗰度咧，會開多2個嘅地鋪，我會做埋零售啦。因為我本身係廠商，我係做開工廠嘅，咁啊，我係做批發產品，即係批發呢個植物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我一路都想做零售商，咁啊有機會啦，終於咁啊喺今年年底至到出年年頭之前，咁我就會去物色咗我哋喺泰國 Bangkok 嘅地鋪，咁我亦都會正式將我哋成個網台搬去呢個地鋪嗰度。咁呢個地鋪咧就係地鋪係賣咩㗎？梗係賣植物㗎啦嚇。咁啊呢個我首次做零售啦，咁我亦都會開多一間咧地鋪，呢個賣植物嘅呢個地鋪咧，我亦都會喺隔離咧會物色多間鋪咧開找換店嘅，因為我找換店嘅牌咧就已經搞好咗啦。咁希望喺嗰邊咧幫香港人唱錢。咁可以俾一個好啲嘅價錢俾大家咁樣啦。咁呢個亦都係我喺泰國啊其中一個都好睇重嘅業務。咁另一方面咧喺泰國我要繼續發展娛樂事業啦。我喺嗰邊咧已經開始睇緊啦，物色女團啦。我好想喺泰國搞一隊國際嘅女團出嚟，好似 Blackpink 咁樣，哇！整到出嚟就冇得頂啦。咁呢啲都係我喺泰國做嘅業務啦。咁啊歡迎各位嚟到泰國嚟揾我探我，尤其是我以後咧有鋪頭咧，我有好多香港人優惠啊，同埋我網台喺嗰度啊嘛。咁啊相信如果聽眾嚟探我啊嚟玩啊，咁啊我哋又會送禮物俾香港人嘅，免費每一人。我講過噶啦，我講過好耐噶啦。任何香港人每人我都送一棍俾你，送一根煙俾你，喺泰國好冇？免費嘅，唔使錢嘅 ，OK， 亦都幫你哋唱錢，亦都承諾香港人我對高2格，但凡係香港人嚟揾我唱錢，公價我對高2格，咁呢個就係我應承咗大家要做嘅嘢啦，好嘛？咁啊，所以嚟緊對於我嚟講啊，喺泰國有好多好大嘅挑戰啊，等緊我啊，咁啊，希望到時有機會見到大家，亦都會搞泰國旅行團。咁啊，我個旅行團梗係會參加去參觀去睇綠色植物嘅廠房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應該冇其他旅行社同埋旅行團咧係做到去參觀廠房呢樣嘢啊，應該得我先做到。咁啊，好希望有機會我啦、大佬 B 啦或者毛毛啦咁樣啦，有機會我哋都可以帶呢啲團同大家一齊喺泰國一齊玩下，因為我哋已經探過路噶啦。咁啊，我期望就係帶大家上去北壁，因為北壁呢個地方你大家可以 search 下北壁府呢個地方咧係好多嘢玩嘅，好嘛？邵大夫繼日推銷泰國大麻投資計劃後，再於 YouTube 直播宣布，將於曼谷開設1大麻零售店，聲稱合法持有泰國牌照；2找換店，並承諾香港人兌換可享匯率高2格。法律及金融專家直指，此商業模式可能涉及洗錢，違反外匯管制及毒品相關法例，風險極高。香港法律風險分析：1協助洗錢嫌疑打擊洗錢條例，若找換店資金來源與大麻銷售掛鈎，而大麻在香港屬1級毒品，香港執法機構可視為處理犯罪得益，最高可判監14年及罰款500萬港元。即使交易在泰國進行，只要涉及香港人資金如透過香港銀行轉賬，香港警方即可介入調查。2無牌經營貨幣服務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，在泰國經營找換店需當地牌照，若同時向香港人提供匯兌服務，可能被視為跨境無牌金錢服務，違反香港法例。3教唆吸毒風險，透過直播宣傳泰國大麻店，可能構成危險藥物條例教唆他人吸毒，最高可判監15年。泰國法律風險分析：1大麻零售店合法性，泰國須允許醫療及工業用大麻，但娛樂用大麻仍受限制，必須註冊為合法企業，且產品 THC 含量須低於0.2%，禁止向20歲以下人士、孕婦及遊客銷售。若邵大夫無法出示泰國 FDA 許可證，即屬違法，最高可判監5年。2找換店匯率優惠問題，泰國外匯管理法要求找換店匯率必須公開透明，若刻意為特定群體如香港人提供異常優惠，可能被視為不正當競爭或洗錢手段，面臨吊銷牌照及刑事調查。真實案例參考：2022年泰國案例，一間由外籍人士經營的大麻店，因涉嫌向遊客銷售高 THC 產品，負責人被判監3年。店鋪查封。2023年香港案例，有找換店以高匯率吸引客戶，實為跨境賭博集團洗錢，負責人被判監8年。市民自保指南：1查核泰國企業真偽，透過泰國商務部數據庫 https:////th 查證公司註冊記錄。2密貪匯率小利，正規銀行或找換店匯率差幅通常僅0.5%，異常優惠多屬陷阱。3舉報可疑活動，香港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28605012泰國旅遊警察熱線1155資料來源
香港海關、泰國 FDA、泰國央行、